有網民喺社交平台上發文，投訴將軍澳一間連鎖茶樓衛生情況惡劣，親眼睇到水壺縫隙暗藏多隻曱甴仔，無奈感嘆。唔少曾光顧嘅食客表示，已經唔係第一次發生類似事件。早前事主光顧將軍澳某間連鎖茶樓時，係食嘢時候，發現台上個熱水壺手柄縫隙內，竟藏有數隻小曱甴，至少有4隻係水壺手柄同壺身連接嘅位置縫隙爬行。事主隨即向職員反映，但他們只係將該水壺取走，並無進一步處理或道歉。埋單時，事主再次向收銀員和經理投訴，對方最終只係免除一個茶位費同1件點心嘅錢，經理亦只作口頭安撫佢哋，沒有正面回應或解釋問題。對此，事主無奈感嘆，真係睇見都唔想食。有網民則表示情況好恐怖，快啲報食環啦，仲等？咁大間公司，咁基本嘅清潔都做唔到，一定要大聲投訴，俾其他客知道，相信一定唔會只得一個胡友小強。